出唱卡 T 给吉娜老师唱的，你这个唱一遍。哎呦，感觉哎呀，歌有点脱节了是。动作谁教你的啊？吴景峰教我，这样哦，爱用笔。我唱天赋都用起的。哦，都是刚看有看安场了。三五六啊，冲啊，心无开哟，无冲动的心爽，老热大擂台，老热向下来。哎，上礼拜的主持1礼拜以后，感觉样办？感觉请好教啊，好教哈，好教啊。啊，去你那边好教，坐你嗰邊就唔好教咧。哦，坐嗰位當然我較緊張啊。係啊係啊，啊，你係請緊坐張。評審欣賞幾片呢？評審欣賞嗰邊咩請緊張咧？沒有緊張。對啊，評審老師都太會講。因為禮拜吼講真咧，天禮拜嘅呢十強決定賽嘛，吼，所以今日關鍵咯，今日關鍵，今日個是今日顯出來咧。萬一嘛時間差，就可能最尾有，我俾人淘汰掉啦，吼。十強決定賽比賽規則，參賽者嘅分數由雙敗到亞敗加起來，選出前10強。喺講評分，就由亞敗分數嘅個體來做比較。今本嘅評審先生有40位先生、40位先生、6位先生、有3位先生。比賽之前，你講一下評分嘅規則，好冇？好，嚟。40位先生。好。我講嘅係，我先講嘅係哦，無那一集節目係金曲歌王啦，金曲歌後強下主持嘅，掌聲鼓勵。真的沒有，真的沒有，電視台好幾百台都沒有，真的沒有，真的，我找到你就知道。真嘅冇。好啦，先輕鬆一下，家你下講嘅，再講今比比賽當中有家羅大哥有講嗬，今比我哋用上個禮拜嘅線數嗬，人哋選出10強。古所講今比比賽當中要嗬，拿高分應該唔係拿高分咧，所以講你的聲音的掌握度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好，穩定度一定要有，還有咧你。第一在舞台地位度，盡量展現人舞台魅力，還有最重要嘅，所以你喺唱歌嘅時間，讓伴同觀眾朋友，還有你評審先生感通到，加油！好，謝謝，好，看清楚了哈，馬上要進行比賽了哈，準備好啊，好了哈 ，OK，好來，有請 TV 劉春燕帶來一條花樹徑，來，睇下啦。春海呀。
较早期的安尼，大家耳熟能详的一条流行歌曲啊。诶，一条歌你个唱过啦哈。有，去年有用到见一条发丝巾，系嘛？系两条。对啊，诶，其实这个准备道具。系啊，还有道具呢，系啊，豹纹的呢，乳牛纹。没有，还有数字，没有，哦，袖子，线上出关卖不爱诶，线上，我线上，老公啦，我线上伊来卖不呢啊，去台六诶，下马个丝啊，去台六，万古千秋无团亲，哎呦，真的团丝，因都当红呀，系啊，1月收落去诶。你去甲收的哦？唔系几收的啊？哦，几收的？系啦。哦，你老公收的哦？我当石了紧，收紧啊。哦，发收紧。其太了买啦，系嘛？诶，卖转来收。卖转啦，既然没有本来要奔小山呢，啊结果拿唔出嚟。哦，做你妹哦。我看动很呢，你冇机会。你要这样回去真的查一下。系啊。好啦，你重提了哈。重提了。对，烫线上的贡品，好吗？像你，请这位先生。好，陈燕妹妹你好，好，我先讲哦，这首歌曲其实。你要讲佢简单，也还冇简单。它其实很简单，也不简单。就像他提及吉娜老师唱的，你再给我唱一遍。哎呦，安娟，哎呀，歌有点突你有没有按天堂啊？我也是肉做的，很多肉做的。不好意思，来，再来一遍哈。一条发丝巾。谢谢。好，这里谢谢。我拢讲吼，我中文很记唱，你刚刚唱的是嘛个？一条发丝巾，就是那个叫韵律动感。哦。一条发丝巾，嘿按你唱的发，它就是很久没洗，硬邦邦。Q 眼用度。嘿，吉娜唱的是远途油诶，我们会知道那个发丝巾的远途。我用两按的比方，所以讲当两。几条歌嘅堂选，出用按嘅方式嚟唱，还有可能太紧张。你啲唱了歌曲，我冇感受到你爱表达嘅感情。譬如讲，你长得很古典，其实很棒的，可是你那个温柔婉约没有跟歌合在一起，我觉得很可惜，好冇？我唔知後輩份書用版先嚟替白見到你啦。唔過我希望後輩係有機會嘅話，你希望你越唱越好，好冇？加油哦！好，加油！跳啱啊，冇按人，係啊，對，唱歌係冇按簡單吼。好，你跳舞。好啦，咁到先嚟。好，劉春燕嘅分數。吉祥数字出来了，不错啊，这个吉祥数字。吉祥数字很发。恭喜！新风先生，再别当加油！好嘞，下来。陈凯水带来种种音。好嘞，弹快啦哈。爱在你书中留下印。
总嘅因，让爱在来生相依。假使又来生，不惊伊变心。可惜哈，专业的就专业的哦，好好听，造型都不一样。好有感情哦，嘿啊真的，这首歌情感很好哎。嘿啊还这么在想过，哎，为什么这1、2个礼拜又猛然冲到蛤蟆老师的歌？嘿啊，总算来了马上就来了。对啊，唔单止哦，唔单止在那节目的表现啊，出唱片，嘿，啊，佢在宜兰嘛，嘿啊，整个幼期，你宜兰还成立了一个什么协会，协会哦，是表演艺术协会。表演艺术协会，表演艺术协会这个协会有多少人参加？目前是34个。34啥？没青岛人呢，嗯，很多人呢。其实宜兰很多艺术有家，青岛对很多艺文的活动。对，那我们会成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宜兰其实有很多没有被发现的这些表演团体，然后每次表演都是可能外地来的，那我们觉得说其实可以集结这些人一起抵抗外侮。对，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不要再来我们宜兰了，每个6日都塞车。只是我说可以让新的一些人哈经过培训之后，他们也有一个这个舞台，他们喜欢跳舞，喜欢唱歌，喜欢变魔术，等等的一些对，然后我们里面也是有街头艺人的，对，就是多元化的。哦，对，南洋还有南洋舞蹈。南洋舞蹈团也是非常有名，对，嘿，是有名。是的，你像美秀啊，美秀，她就是南洋舞蹈团出来的。你说林美秀老师？对啊。哦，是啊。我知道以前是新梅姐的 dancer。对呀。以前就长这样。哦，正经哦。我也是唱跳歌手。哎呦。好了，唱对了，唐启章的公平的。是必欣赏。其实要说各位这首歌，其实你之前也有唱过。对。我觉得应该是说前一次的比赛，我就觉得你进步，你让我觉得你的进步点了。好，你让我觉得进步点。那因为其实我一直对你在唱歌的落拍点一直都很有意见，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落拍的时候的时间点，我都觉得你在提前。那时候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会提前？可能是因为你咬字不顺。对客语的咬字不顺，所以你没有办法咬完，所以你一直会往前冲。那我现在慢慢发现，你一直在努力在咬字上面的修正。虽然说今天还是出现了有一些咬字的瑕疵，但是我觉得你的稳定的第一句让我就肯定你了。你的行一铺路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用心在这上头的一个铺陈，所以这是我觉得你今天让我非常肯定的地方，就是说，其他的部分的话，我觉得今天的情绪的一个表现，比你前一次在唱掌中印，我觉得你这一次真的太喜欢了。你用一种很稳定的脚步，慢慢的一直不断的走到副歌的地方的一个层次。你可以用声音去感动人，你不需要用你的外表的力道或什么去感动人，这是我最欣赏的地方。所以我会希望说，你能够如果要再继续往下走的一个赛事的话，我会希望你能够在咬字的部分再加强。我会希望你继续稳住这一块。这样 OK， 加油。谢谢老师。其实我今天唱这首也蛮紧张，因为我上一次老师说过，我上一次唱也是10强。但是是落马，所以我非常紧张，所以我就一直在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就再选这首歌就对了。好。好来，看一下哪个分数啦，来。真快，所以个分数。双礼拜一的。93，哎呦，我做对了，应该可以，应该可以，10强应该没问题。好，恭喜安子姐，来回做就是。好嘞，沙下来。林淑妍带来望田不负苦心人。係，一條咩嘅你連關權唱嘅？係嘛？哦，我哋雙禮拜唱。連關權點樣唱？一條歌。一條啊，嚟，大家啦。
将来，为到名声，千辛万苦来看，他日分努力，日分修身，奉天不负苦心意。有心不怕风狂日如潭，有心将天空一头山，为到将来，为到名声，千辛万苦来看，他日分努力，日分修身。奉天不负苦心意。两位主持人好，评审老师好，乐队老师好，还有大家好。哎呦，今日变还有礼貌嘿啊吼，因为佢双尾变 PK 摕嚟咩？哎呀，礼拜变纠正了，哎呀。因为懂谢谢制作单位还有评审老师，本来加一拜的机会。係啊，唔該，所以唔該佢今日應該講翻遐呢，但是加唱嘅奉天不負苦心意。哦，用聲樂力道很足。一種歌，你就用那種方式，較會有較大氣啊，你啊。没有，有振奋的那种感觉。因为要有志气嘛，哎呀。你開始用那種平常時在上共發嘅啥？奉天不負苦心意。也是一種味道啊。咩不茶？哦。咩青口哎呀，好。嗌唔啲，嗌奶皮一樣嗌歡喜就好。係咪？唱歌嘅都切下歡喜真好啊。切下歡喜最重要。吃演真好啦。冇做看欣賞啊，欣賞隔幾年那一種啊，好嘛？係啊，看叫看奶嘅，要開有嘅呢，係學力圖嘅，唔一下羅老師。我今日趟唱歌以後，我發現講唔係咩今日歌嘅線段唔係清適合，因為人講有個上線嘅原圖有，但是。奉天不負苦心意咧，也是歌啊。寫來嚟唱有嗰種豪情壯志，寫冇嚟唱，做得用原線嚟唱。將家攞個人講，喊你唱改編嘅時間，我知道你做到嗰種原圖唱出來，寫歌嘅非常非常嘅重要，即係睇下講動到邊嘅嚇。我知道你今日寫奉天不負苦心意，唔係寫唔錯，一般。那我一般就會講，人家嘅練習冇啦。一般就會講對下首歌嘅解釋還冇清多，所以雖然之前你的實力還是有的，我思考講，男朋友在一台舞台當中能樣辦發揮自己嘅強度啦實力，係本人建議下呢，今日分數樣嚟，我們就看下嚟，加油哈，雖然之前，謝謝。好，看字先，來看一下分數，好來。所以嘅分數。哇，因為這個磁場真的很奇怪，我都愛上你了。對，你這樣好帥，你知道嗎？真的，我感覺我好愛上他，怎麼辦？所以嘅分數。90分，上拜多少92分，92，182，那可能有點緊張咯。好，沒關係，先回座休息一下，好嗎？謝謝。按姿勢，回座休息。有點落寞的表情。
唔怕啦，啊，那都还有机会的，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嘿呀，没有机会，反正下一季还有机会。对对对对，下季也可以。杀来，顾球顶带轮田数，好，来谈个啦。有风也有雨，也有烟，有时无云。苦菜甜顺红，夜夜梦，有口生阳。生发总有不易，表下心，原来的。夜路有暗的路，不是行有爱牵电天海也人痴，有伊的温暖。岁月空无情，有伊来做伴。天意的脚步，行千里路，喜爱前世总无颠覆，总有万般小艰难也爱吐，不怕前行有万苦，天意的脚步，行万里路，不惊跌落风尘与世故，是用春风路，艰难也幸福，因为爱陪你，今生的天数。嗨，主持人决定好，你好，哎你好呀，最近不错啊哈，听说抛夫弃子啊嘿哈，小度抛假啦家弃子啊，哦，哎呀，这为什么啊？又要去受训啊。哦给国家跟文官学院该都要受训。哦，你公务人员嘿嘿呀？哦，啊，本身你那哪个单位哪个单位？学校好高，好高嘿，走信上啊？嘿，主计，主计哦，主计管账的。哦，管账，哦哦，财务长，哦，财务长很大，哎财务长好，财务长好。哦，哦啊，所以跟你很熊的扎高深入草的呀。嘿啦，公务员都一个阶段有这个资格嘞哈，就找个受训，考试通过就加薪了对，哦，他有什么几等级吗？对，有委任，兼任、检任这样子。哦，所以我们这么年纪安排嘞哦，是就想说就有这个机会，人家是以受训这样子，你也有点资格啦。活到老学到老没？对。哦，所以人家送来台北受训。对，所以你要入行，还没摸相关。你当你就得摸专业无卡。摸，对啊，就是来带你台北一张耶，来1个月，一个月都没有回去啊？上个礼拜又准予。哦，对，双，你要老公呀，小孩不会想你。暂时不要想。孩子，搞不好他们更开心，会不我会？也许哦，也会哦，他自己也觉得很开心。对啊，不是煮饭，不是煮饭嘞，不是按不是做家事。最后要让自己充电一下，放轻松。哎呦，我冲过啊嘞。压力嘛动态，读书压力动态呢。我呀。系啊，听我读个电力时节见 K 书。系啊。
K 书是顺便念书的时候顺便唱歌啊。嘿，考试的时间就下狗子。尤其年纪大了哈，那个记忆也比较差了。那道数是上水吗？有阅读障碍。看到字就想睡啊，看到字就会睡了嘞。好了，那唐一下欣赏的歌有首欣赏。秋婷哈，那个非常感谢你选这个歌了哈。啊，因为他是你从那对人的客家，就是男女感情的比较温柔婉约的那种推韵的冲法哈。但我觉得今天有几点，就第一点就讲 key 太低了，你 key 太低了。哦。第一点就讲，你想要诠释的时候有没有那个不敢冲出来？像我们副歌，天意的脚步，你不敢推嘛。对客家歌，假如你做爱放的话，你就像刚刚像吉娜唱的，对不对？那个。阿妹的歌对不对？牵手牵手，那个声音一进去，天意的脚步，行千里路，你要给他信心嘛。跟天意的脚步，行千里路，你发现你前面的丹田的重量刚有7分，你跟副歌变2、3分呢。那时候推韵的话，你其实在耳机里面整个 pitch 是没有到顶的，所以这个廖飞他吃亏了哈。那也非常。我非常欣赏你的声音了，但是在部分歌是讲，会不会有入10强的时候，可能要特别注意啦，好不好？好，这边给你加油，什么好？谢谢欣赏。就可以给粉丝可以我们进入10强模，来，秋婷给分数。好嘞。你有台湾？嘿，就是服了。对，你上礼拜多不？89。哇！哎，凶多吉少哦。唔怕，我脱鼠。还有4位，还有4位。充电还脱鼠啊？脱鼠哎呀。公务员好好的干啊。对啊。这个铁饭碗呢，哎呀，对不对？对啊。脱鼠张振伦。是。空余时间再来唱歌了。好，安子先好，来做休息。好嘞，好嘞呢。沙下来咧 AV 哦，从头看到佢嘅天时当空，天壤地不会度。從頭看到佢印象也很深嘛。係啊，真嘅。看到懂法的呀。係啊，唔會啦。唔會啊。係啊，有少少啦，其實。好冇？沙下來，林冠權帶來小以愛嘅天風。我嚟彈緊啊。水中的多样，本天空有色，有白有蓝有世界罕有，永远的做法，喜欢那感觉，心中有片晴朗，想起他的烦恼事情，想必到未来前希望。了片天，了条路，一般般又一样。黑暗夜里想的梦中看过。爱也值得保护，心中属于爱的地方。爱的未来是哪个世界？因为我的继续被恋爱，梦的思想很黑暗吗？路上不能的声音鼓励爱勇敢，心中有一个信仰。用不停来继续行，远的地方真是天堂。有万万见的光，还有发错用。有万万见的光，还有发错用。
大哥。亲啊，你大家还陶醉那个气氛里就破功了。牛曼，哎呀，好，你真的是哦，你为什么没有办法 hold 到最后呢？对啊，你刚刚这样子唱，然后唱这首歌，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磁场真的很奇怪。我都爱上你了。对，你今天好帅，你知道吗？真的，哇，第一次那么帅。好像感觉我好爱上他。是啊，然后你讲话就哎。你刚刚真的那个缺点真的是很少很少，然后今天好有味道，好有情感，然后安妞啊，啊你不要讲话，你不要讲话。喂，还在回味刚刚我刚刚真的我记得情歌王对呀，子这部的感觉比赛都呀哈，你真的最帅的一次，真的有。第一拜哦，第一拜啊，真的。对对。啊，头拜。啊，记得老阿公讲啊。头拜就不是讲，就像现在的滑稽啊。哎，你好可惜哦，你最后干嘛仙蒙抬杠的？哇，整个破功了那个。对呀，真的。哎。快台。快台嘞。被淘汰了呀。没有啦。哎，今日唔会。唔會啦。唔雙禮拜多分。90分。 90吧。90分。哎呀，禮拜我吃到加个分數不得了哦。哦。你還有機會，還有機會。還有機會。好，那老師要講邊咯。好，請這位先生。我當時聽到講有隻線數從第一季水中嘅都一樣，一唱的時候我就被你嚇到哎，我就想說天啊，這是林冠群嗎？你面具給我拿下來，你知道第一季。太重要，因為我當叫冇聽佢唱過，上拜看迄特別節目嘛，我知道這兩時叫做進步當多，我就想說這小子大概就這樣了吧，對，但是我在這邊跟你鄭重的道歉，沒想到你可以在這個短時間進步這麼多，你第一句唱了幾好，對嗎？其實你第一句我就可以給你滿分了。水中的多樣，本天空有色。今天我本黨國的分數，還正經有滿分，有扣1分的話，就是扣在你最後的什麼太嘎？沒有啦，開玩笑的。我覺得你今天表現很好，加油。好，哎，那分數還要看嗎？哎，應該不用看了，就回去做吧。好了，總之可以啊，來。領冠品的分數。哇。是夢先生，你要跪下來了。先生，哎哦，好嘞 ，over 了。哎，可以再扣分嗎？對，你阿公阿婆這樣看到也會覺得很難過，對不對？那這個說那樣的把我踢下來，對。對啊，你還是要有點樣子嘛，對不對？好。題目帥帥的情歌王子的樣子再拿出來。真的哎，來我們節目比到現在，T 班按9分。哎呀，我 T 班。你攀的多安寬，延續下去，好不好？很棒。延續下去，希望以後帶來國球真的就是把你的誠懇度拿出來，好嗎？好，加油！好，希望大家加油，恭喜！好了，我一做休息。哇，你看下一個的音色也很漂亮。好，帶來有聲劇，帶來嘅鬆片。哦，我來彈下啦。哦。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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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圣杰你好，圣杰好，对，哎，大概来安尼节目唱歌的时间啊，比赛之前一定要先一条歌嘛，像那条歌你就特别选嘛，谢宇威老师的歌还有董后堂，董后堂按先的时间，讲有啲小评审要屯指点的慢嘢。有啊，大班如果冲本啊不用他，也不用啦，小评审嘿。如果懂来指点啊呢？哦，很严厉的指点呀。系啊，你还会做唔得，佢会做唔得。哦。阮去即个冲到样办。系啊。我喊未来冲佢唔敢。对啊，即个冲到样办。系啊。无啦啊，唔过行嗰時忘記係啊。青島部分起家真是湯姆媽出來。旁邊有老婆這樣幫你指點也很好。係啊，懂哦。改天你唱完哈，你這一季如果比完，再叫他來比啊。換你指點他。報名，就等於報名。等於報名。當準備要考試添。哦。係啊，準備嘅學業公務人員認證係啊。唔曉講行嘛？唔曉，全唔曉。全唔曉。唔知後來比識到的位。好啦，來，唱欣賞的公平，那邊欣賞。好嘞。先嘅送嘅藝術各位語文老師藝術各位，其實我當氣氛，嗬唔過呢，簡比嘢嚟講嘅話，其實我喺驗識，其實喺我喺度評審線上全部都很肯定的，好非常肯定。所以講簡比因為現藝術各位方式，唱歌嘅方式，然後藝術各位嘅感情嘅對稱點，我們會發現有一點點沒有走在一個應該要有的一個融合點上，所以我吃到藝術各位感覺呢，就會講送你就一杯酒哦。可是那個感覺，我應該有一個氣度出去。不過呢，就會感覺我少了那股氣，反而你就會覺得，其實既然已經是送別了，它應該帶有一點點，剛剛這位老師形容的惆悵，好惆悵。可是我感覺不到這種惆悵的感覺，反而只是你在交代那個情節而已。所以既然是交代，變成說你沒有唱，冇衝一品就超誒。啱講入邊音色嚟講，喺半半嚟唱，還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啊，就會講你進到那個林下羅鴉片，你又開始又跟之前一樣，會有一點點，本來前面平平的，後面突然又衝起來了。這個就是我講的情緒點的滑潤度，摩拉。啊，你摩拉一發，本人糖豆一發，糖豆壓機奔上前面，啊你砰砰，糖豆壓機突然之間，你把人家的情緒突然拉高了，這個時候人家的準備心會不夠。好，要小心那個情緒的拉動，這樣，好，安子 C。什麼先生？好，先生。來，這個看一看兩個分數了啊，來。原先嘅分數。90分，上禮拜多少？上禮拜91。91，181，先回座休息啦。哎，这是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哎呀，就无言。人家老婆都带来了，对呀，反正换老婆来也可以。啊，好，对，下一次老婆来，哎，帮他血脂一下啊。好了，撒下來。吐司總帶來18姑娘。好，彈過啦。18個姑娘一縷花呀，一縷花。你太離譜了吧？哦，真的嗎？很明顯的，尤老師比較不會做的。18個姑娘一縷花呀，一縷花。拍拍個牙齒，風風嘅嘴唇，聽音聲。甘草的門兒掛杜牽腸，為馬桑。奈會是下個寒就風起披風風。
18个姑娘一蕊花呀，一蕊花。落梅的秋是芙蓉花呀，芙蓉花。满山的花香，桃花开来，菊花旺。磐石上人人，松松对对情意长。姑娘18，一蕊花，一蕊花。哎啊，市长，市长好，我们同事啦，同事啊，同事嘿，同样都是演艺工作者，嘿，主持人，唔算係啦，嚇，唔算係啦。你從過嘅用設假嘅安尼 freestyle。 freestyle 係啊，second part 的時候，係，對啊，佢設假我有設假嘅音樂啊。本來想來唱呢條歌，是就是想講，因為兩團彈起來強讓，所以想講聽一團是這做一些變化，哦，嘿，冇咁樣啊，冇咁樣，最近冇咁樣。咪拖啦，自家咪拖。 freestyle。剛才請教一下，除了主持安尼客家嘅後上台上講以外，還有接到嘅節目嘅企劃，因為客家電視台嘅節目企劃，還有外面活動商演。主持，還有做客台的企劃，對，客台節目企劃，哦，例如哪一些節目？就我們有一個是劉慧珍老師主持的《真相通馬給》，這是一個閱讀型的訪談節目。哦，閱讀型那你當企劃，哎呦，讀書人，讀書人，即係講我台後時在讀中文呢，做呢個節目可能好做的。哦，中文系就錯了。哦，還有什麼？你剛剛講了嘛，語言指導。語言指導，嘿。哦，哎，那麼年輕就當語言指導，哎，真厲害。對呀。現在好幾個語言指導都很年輕。真的。像給王明英也很年輕啊。小朱姐，她也是我們龍潭人，我們龍潭人真教還有徐哲偉老師呢。真的。龍潭出人才。哎呀。新那個桃園出人才啦。真的。嘿，俺新鳳英。真嘅，我不讓口波天啦，係啊，波天。你啊，真太強啦，黑啦。好了，真的很棒，那麼年輕就當語言指導，對啊，不是把那客家嘅語言文化傳承下去哈。希望做得。係啊，有得看人家嚟好上面咧。下禮拜下歌詞個門哈。來，各位先生。我知道你是一個研究用文中國嘅動用型嘅一個模範生。好，其實。你的創意很棒，你用這個想法，與創業是國的董章，完全區別於語文老師的不同。好，你的創意我給很高的分數，但是在創意之外，有沒有一些基本因素要支持你的？有沒有？比方說你的3大基本功啊，好，比方說你的穩定度啊，幫自己在基本功這方面多加一點功夫。會更棒哦，好，那好好的去品味每一位老師給你們的建議。時間這麼短，真的我們要講的，給我2個小時我講不完。但是這麼短時間，我盡量把我的想法壓縮給你，回去細細品味，把那個重點整理出來，然後消化成為自己的實力。我們期待你們的成長，每一位都是一樣，好不好？加油，好，就是這樣子。來，看一下幾個分數來。吐司長嘅分數。太離譜了吧！你全部23分，你的負擔21。哦，真的嗎？剛有聽啊，剛有。那這個我要講一下，就是說，你是一個語言的指導老師，對不對？你做了很多的創意，所以3位老師都給很高的創意分數。
但是请你认真就回去听你自己唱的这一首歌，所有的转音没有一个音是对的。也就是说，《一缕花》这首歌，《18姑娘》这个早在10年前、20年前，从好几个旧式的版本到雨薇的版本已经调整过。你今天已经改了很多的版本，对不对？但是你的声音是我们在和弦内音里面，就制作端里面，如果你的声音在这个和弦内音里面的话，它是属于合理的。但是你尝试的那个旋律单音，事实上跟我们和声制作来是不和谐的，是不对的。如果我把4度音、7度音来讲，你唱的是不准。但是如果以大调跟小调哆咪嗦或是拉哆咪的和弦进行的旋律来讲，你又没有到点，所以，这个创意我觉得很好，但是在歌曲稳定度的这个部分，请注意你的客语发音几乎占了1半以上的低频全部都没有，也就告诉你，你的客语发音基本上，是海线海缝的发音，但是你却是唱的4线音。所以希望其他各位参赛者，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要破坏客语原本发音标准的发音。哪怕你要做改变的话，也要在制作的和弦内音里面，如果都没有，那可能就不叫创作，可能不叫改歌，可能就是我会认为你准备的不够。谢谢。很明显的，尤老师比较不会做人，好直接哦，实话实说。对呀，对，好了，那一度90分，上礼拜的吧？90页，先回座休息好了哈。好了，杀下来。嘿，王子家龙叔公。好了，躺了。冲啊冲，冲山歌，错在庙前冲山歌，冲啊冲，冲山歌，牛烟树下龙树公下，阿妹天忙恭喜龙树公下，今日系龙树公嘅生日，大河用竹子泡酒菜，QQ 身体前起健康啊。阿妹跳舞也就很开心，定然是天公的好日子，长大就该来添幸福，姻缘好彩好运来唔通。冲啊冲，冲山歌，一边赶路一边冲山歌，开心冲，冲山歌，山歌一冲醉就喊唔爽。冲啊冲，冲山歌，错在庙前冲山歌，冲啊冲，冲山歌，牛烟树下龙树公下，冲啊冲，冲山歌。你真的很有这个独特的味道，我的鸡皮疙瘩。你有鸡皮是冷还是怎样啊？可能是冷吧。好吗？后堂。这边的，係啊。中間介紹一下呢個上卡拉嘅團員。上禮拜要帶幾耐咧？佢係牛片嘅行業，種花嘅行業。牛片唔會講下喎，唔要。唔要，是糖嗎？不會講。會聽嗎？一句都不會嗎？對，一句都不會，家裡都沒人在講。
家里没有人在家。啊，我去家迄我爸爸那片迄云林嘅客人。哦，云林嘛，云林嘅客人。哦，Sell on 哈啦。Sell on。哦，哎，我觉得他真的很奇特哦，他唱歌也有他独特的味道。对。哎，他在按后上哈，他对这个台语文学或是这种客语文学，他都很深入台湾的文学研究啊，研究啊，跟唔通讲也不有听也爸爸转去云林有去安尼。我老我嘅艺术工。我了拜去老我嘅艺术工去轮批，拜访一个70岁嘅阿公安尼。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喺网络上找到的，就是一个轮批嘅冲狗的阿公，然后我嘅艺术工就。懂翻译就就突你，就对，他就一直要跟我去这样，然后就跟他去，然后发现说啊，原来是就是亲戚，对，港中亲啊，就是很久以前是中亲这样连，然后那个70岁的阿公就问哪个艺术公公。你是第几世这样？哦，批分。对。他说他22世，他问我叔公说你是几世这样？我叔公就说18。18。几强斗。因为差太多，因为等于我是20世，他还要叫我，叫你叔吗？叔公。对。他在这样比的话，然后我想说，我就不知道怎么叫他这样。因为阿公啊，很叔公啊。阿公很叔公。真的，我特别18岁的时间出来创国的个样子，因为出来有名嘛，有名结果去个呢，宗祠拜拜的时间、扫墓的时间，哇，就动到来，因为70人岁。咩很牙叔公啊，係啊，我70人歲很牙叔公，論批無論顏色啊，無論分啊，係啊，無論色啦，係啦，論批無論順，無論色啊，對，係好厲害啊，係啊，很認真，很認真，多謝，好棒，來，唐先生的公平來，有時候給先生，志佳恭喜你哈，上次我們幫你建議哈。今天改了7、8成，也就展现你歌声的稳定度。那有几个地方哈，就说，你之前几集节目做一个歌曲哈，是一种创新，或是一种 free tempo 的东西，或是现场自己即兴创作的东西，但他们有经过编排。今天你有几个点都有经过编排，但是你跟吉他的默契并不好。好，并不好，并不好的原因是，就是说。你可能安排有搭配过之后，然后你今天又更 feel 了，吉他一直跟你很稳定的在跟你，跟到后面发现跟不上了，还好你最后还有回来看一下吉他，找到他家在哪里，还在，因为你选的歌，这个现场的即兴的部分那部分，其实你做了很多，但是在高音的部分，你的呐喊的部分。每到高音唱到第3句、第4句的呐喊式的，在高音会有压喉音的状况。这种压喉音在我们歌手来讲是算 rock， 好像闪灵那种压喉音唱。但是你唱的歌曲不是那一种风格。看中你像《龙树光》这一种属于这种诉说的，你也压喉音压个1次2次，压到后面全压，我跟你讲这首歌就挂掉了。所以对位就是你扮演的角色跟你这首歌曲的位置。如果这个位置你可以抓到的话，后面你有很多的创作比赛或歌唱比赛要铺分我相信你会拿更高的分数。而且董难得有像你这么自然的很 enjoy 在这个演唱，而且这个声音是吸引顺眼前这样弹给到又按后上真的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就是说有老灵魂在，有灵魂的歌声，有老灵魂在。所以志佳，请注意，就是我刚刚讲了几个重点，一定要编排过。在你创作唱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跟吉他手，因为吉他是把吉他是最简单唱，但是也是最难唱的。真的，好不好？今天我相信分数一定不差了，好不好？谢谢。好，你先来看一下平均的分数了，好不好？好，只加个分数。17分，好，送你来的。9升1，9升1，那你应该
没问题，好，没问题，没问题，恭喜好，恭喜！谢谢两位，谢谢安子姐，回座休息，回座休息啊。經過2禮拜激烈比賽以後，流行組總共有2位選手排名第10，分別係涂世宗、邱順凱。經過評審先生開會討論以後，決定再判世宗100幾分，希望佢哋未來比賽會好好加油哦！10強決定賽啦， 10強決定賽啊，Part 2，今日做決定倒帶馬上就3位本腳出去，結果都知啦哈。係啊，好啦，比賽之前嚟介紹評審先生，蔡永慶先生、李秋霞先生、蔡皮貴先生、羅燕燕先生。講下評審嘅規則啦。好，請你嘅參教組。好嚟。哦，今日一個比賽吼，大家都姊妹輸嘅啦。故所以大家對廠來講，基本原則就對。不過我還是要留大家交代一下。對。牛水爭辦了嘅菜，遠愛做到來，係講遠腳愛見到來。哦，有2點要注意啊，第一唔好降山，唔好創茶絲。茶絲，冇創茶絲，就講絲冇創唔錯啦。喺創唔錯做很多團種約束。團種約束。團種。哦，約束。冇字幕嘅啦。冇字幕。團種約束冇字幕。誒，加油啊！哦，冇字幕。冇字幕團種約束。哎呦，好多。真主要咩冇有加卡上啦嚇。係啊。好啦，要睇清楚啦嚇。係啊，準備好嘛 ？Are you ready? Ready. OK，來，有請 TV。總演員帶來評判。好，來談個啦。演员姐，帅哥美女好，也超過一位特別有自信的啊，嚟參賽者哦，謝謝，對啊，看得出來。上禮拜一道分對嘛，95分，95分啊，12000的分數對嘛，當少嘅，全部高手了，全部唔會驚啊。會啊，比賽呢又唔會驚啊。啊，你比按多擺啊，你驚嘛嘅。係啊，看有人無槍嘅。喊起會驚。先有痴心嘅感覺。對啊，今日感覺自己廠都樣辦，應該不差啦嗬，做得啦嗬。
哎呦，呀，让我讲，只有请教评审叹一口老师。气了。其实也是讲，哎，今日稳稳的，所以因为双礼拜去上92分嘛，我等双礼拜分数加起来的话，今日稳稳的冲冲啊就好了。没精彩了，没有精彩了，要稳稳的冲，稳的冲，应该都冇乜问题。好，所以今日加冇乜突出啦，哈。出彩是冇啦，哎，冇冲唔错果子冇冲没有冇冲唔错果子，都抽就抽了。安尼有本的啦，安尼本的，对，唐下先生讲好，请你告众欣赏。谢谢。庄小姐创也平板吼，唔会再差，伊感觉迄亲有痴心路创嘿，我嘛爱会紧张啦，个加上本身也系属于高量的一个上吼，对基本具有伊度的一个优点吼，其中可比讲其体积相逢的风势，一个看的个韵脚，然后亲密机的其中的也一样的韵脚，佢都冇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吼，也係咧对佢来讲，人家就唔會感覺講佢係以知識化的唱法，哦，有一改變啊，哦，有一變化，啊，尤其嘅相逢，佢相唱過嚟，逢一下跌下來，人就唱音樂嘅人講大跳。好，音域嘅大跳嘛，哈，大跳，普通按嚟唱對唱國語嚟講係咧比較較困難，一下就帶不下來，係啦。但是也得會我會留意特別提到，相逢嗰隻相思嗬本身冇唱一下就要來寬起來，嗰理由係樣咯，相見咩清國嘅詩啦，佢不能唱相思以後，但是佢要調試到佢寬起來，有個裝飾音啊，到佢寬過去了。香嗰都較唔按順啦，但是佢本身按你唱跌下來，風本來就跌下來，嗰非常好嘅一個處理方法。哦，也談到都講，對於唱一個韻腳來講，叫以考慮做過。佢第三季向下嘅下嗬，佢可能要較出力，故所嗰隻下是要較高嘅喂，嗬。也係擺唱嘅時間，要注意平板嘅東西嗬，本來做謠言唱會要較好。應該點樣唱咧？很普遍嚟講，應該係算好啦。加油！加油！清爽我糖嘅一包，唔是緊張咧，唔是緊張咧，唱都很好咧。係啊，來，看一下佢嘅分數嚟。總言嘅分數。哦吼，謝謝，謝謝老師，謝謝老師。係啊，老雙一禮拜通分。係啊，按你解落，解落95分，係啊，190分，190，厲害哦，容易。謝謝，謝謝。生命因為啊，係啊，哦，應該冇問題，小聲怕怕的，容易，啊，謝謝你，謝謝，謝謝。來，這是什麼？小聲怕怕。係啊，來，殺下來。羅秋米，羅三哥。來，彈啦。山高興啊！你賣文建議嘛？上一季的選手，係啊，麥淑美，哦，麥秀米，麥氏你那個麥氏，面頭睇嘅，來，喊他拍，5趴，很勇敢。山
风水走餐。上梁天太太了，春游啊，高唱音请问你好，两位主持你好，你好你好，也要用实力派啊，嘿，正经，好，好，乖乖，已經高效嘅呢吼，彈得出來，彈出來吼，架勢有嘛？什麼？雙禮拜96分呀，96分，韓國分比加嘅行啊多分啫嘛。嚇，唔上班來比賽嘅時間，係要創到魔王賽，魔王 PK 賽，魔王 PK 賽，哦，啊後來就。PK 本年 PK 睇啊，本年 PK 睇，可能要以模學到到呢啲，全部動強嘅。係啊，其實客家人全部動會唱歌。動會唱誒，尤其係傳統組嘅。對啊。哎呀，陽光咁錯。傳統流行嘅全部認真流行嘅我唱到很多，對嘛？係啊。傳統嘅一道線上全部都開玩笑，對嘛？係啊。啊要乜嘢同建議嘛？係嘛？係啊。有啊，個朋友啊，全部很愛唔好緊張，唔好緊張，唔好歌詞記得，忘詞，歌詞唔好記得，你朋友們，東多，沒有一個上一季的選手，係啊，麥淑美，麥淑美，哦，麥淑美，麥淑美，麥淑美，我們太太嘅，嚟韓大派，你怕還有奶，記得講嘅，你用啥動槍？有槍啊！有槍啊！哎呦，知道有槍黑長比較胖的人有沒有都沒有長相咧？睇起佢看到個太橋都講，然後很清楚嘅。一姊妹來咧，姊妹數會用按到啊！係啊，乖哦。係啊。好啦，你唱對啦，這來談一下欣賞的公平啊！但是公平之前哦，按唱安尼唱高中哦，唱高中，你去按拿下來嘛？唔是按你瓜的嘛？還有瓜的做的呀。好，來談秋下欣賞的公平哈。好啦，你秋米嘅聲講老實話，非常嘅柔美，音質非常好，潤吐啦哈，啊老山歌哈，講老實話頭前嚟講，要按到熱唱我前後，啊唔過唔出天氣嘅時，頭尾顯呢時。頭尾顯啊！你加隻轉入，你頭尾是很硬嘅轉啦，嚇。還有上兩天嘅時隻衝浪，啊唔過你提示機就對歌唱人嘅時候，你要唱出來哦。歌唱要轉出來，唔過你提示機嘅時候，後背多少要走音條啦，俾你感覺你緊張啊一樣嘛嘅，因為強數啊，叫咩要十強嘛。所以你在提示機嘅時候，推到出遊嘅時候，聽呢隻是推到嘅時候，感覺多少怪怪音，到後背歌唱人嘅時候，音準唱嘅 pitch 要多少要走起來。春遊啊，高唱音所以基本上嚟講，冇乜問題，加提示機嘅幾隻事，還有專人方面，你再加強，會更加好。好，加油！好，先生，加油！快啲講下分數咧。好，球迷嘅分數。好。哇！有啲分數行啊！要加4分。加4分98。98。哦，
恭喜啦，应该冇問題會過。係啊，做得恭喜，按姿勢哈，在別當場。好來，接下來，黃美琴帶來三個字。來彈啦。山我过那凉，路弯了弯呐，海荡就流啊汗呐，航路了难呐。山歌唱那出来，心烦了意难，痛把就比我写来，来做了盼哇！一面條前你所可以創嘅咧，係咪？係啊，係啊，阿吉啊，按你節目吼，當少啲 PK 賽嘅時節啦。同燈同分，係咪？同分，係全部留下來。係同分，一般現場我討論講啊，冇人先留慢啥，啊，慢先留下來，啊，慢先簽字淘汰。啊，陣後尾現場咱討論看樣板有辦法比準了。誒，上禮拜 PK 賽，誒，兩啥都留下來，94分，啊，叫時間討論兩啥叫我留下來。啊，這陣廖以琴，上一期，係上禮拜。對。哦，好，盡情盡力去。表示你也實力同好。係啊，實力同好。那個，好談好談。對啊，佢家一衝出來，安尼歌後就講，哎呦，誒，他們會衝了，係啊，有時候會衝。知道大家都真會衝。尤其係傳統歌啊，按唔曉誒。係啊，你唔曉。他們從從懂的。給轉韻啊嘛，給那個轉調啊，吼，盡力會。你回去以後好好學一下。好。咪糖也出。好好的衝一條啊！好，我欣賞來評分一下。你是你分。係啊，下禮拜。吉利的數字88。下禮拜就知可能。下禮拜就會來了哦。係啊，好，來唐先生的公平。哦，請幾位先生。好，今天黃美琴帶來一個三個字哈。其實佢今天創嘅三個字，他媽講也創了青春。好，青春。而咬字各方面來講，也要去注意到一咬字，尤其你嘅轉頭轉角。遠角，但是呢，也有一同講一下樣嚇，你才過癮，因為你基本上呢，一三個字算係過癮的三個字，咪向調過嘛，錄完了，嚇，佢完事嘅過癮呢就處理冇清講，錄完也係點，嚇，再過來，你唱聽一段嘅時間，哎呀，三個唱出心歡喜嘅時間，你注意。特別我就講過，人唱歌呢，你講一天來彈乜嘢？彈音樂，冇辦法，你就以為講哦，我要聽到音樂，但是有時我就也到年紀去彈，就冇講會當準，就差啲啲嚟啦。所以也就會講以後，假使人哋再進入到十強地度，也嘅音樂嘅節奏不了，一天都同佢作爭來。好，睇加油！過年都唱嚟準。重點都唱嚟軟，但係嘅唱穩。哦，阿楊張州就出嚟唱歌，係咪？係怎麼得到金曲獎？係啊，睇自家做得正。好嘞，可以啊，給個分數嚟。黃美琴嘅分數。
差几个先生咧评语啊，就感觉可能分数唔美好，冇想到安好咧。係啊，上禮拜度分94，安尼講哇，呢個冇問題啊，冇問題，冇問題。好，恭喜，加油，嚇，再畢業當場。唱錯，誒睇這個分數都清高啊。係啊，要用版片。係啊，用版片啊。我哋下來，陶元峰帶來平板。來，等下啦。因为我唱到这山文水库做嘛啦。松山水。我喜欢游山玩水。游山玩水，很无聊，对不对？不会。身心健康啊。跟老公培养感情。哎呦 ，love。因为叫动态房的人，还有动好的人。因为有的参赛朋友，他讲没上好来比，但是太演的哦，害羞。演啊，听伊就特别魔术，魔术师有抽查，有鼓励起来啦，就打消这个念头。有的人很想来啊，正经哦，鼓励起来，系啊，我突起啊，就强下来。组团一起来。就应讲无伤啊，讲你要讲发出有伤有创。哦，对呀，唔要讲个，根本讲唔出伤那个。讲法有伤，唱歌就有伤。係啦，啊，是唱到好，唱到好唔好聽啊？高音、中音、大音啦，係啦。對啊，迄個是講真的，那有朋友吼，真的突起來，發揚起來，係啊，真拜託啦，真拜託啦嚇。好，唔會啦，係啊，安好嘅舞台咧。也要揾安泰棚嘅咧，唱歌係愛最大嘅興趣。真係啊！我老公都鼓勵我講。至於唱歌嘅，望你都可能注意很頭腦痛。唱歌就唔會咧，哦，還有醫頭痛的效果。哎呦，真的，那我要多唱一點。如果這位姐姐吼，心肝清歡喜。哦，係吼，真係要同阿媽媽共用。哦，阿媽媽哦，迄個空個木卡當日，叫我哦，我做我出嚟行，希望我不平嘅啊，你話。吹了就唔會咧。行出去門嘅咧，行出去行啊，叫做好啊。係啊，按有咩好？好啦，安尼啦，唐先生嚟講片啊，你。羅盈盈先生。阮鳳太姐吼，首先按農業嘅行啊，感覺伊根本唱係你啊，其實以來吼，感覺最冇緊張嘅一擺，吼，就係台風啊、動物吼，韓國唱起來咪彈起來一輕鬆，吼，所以希望伊係要持續下去吼，保持按樣應該心情係相信嘅心情唔會差，吼。撒下來講伊基本唱嘅平板，提起佢嘅台山先生吼，伊講起來啫應該係山木湧上去，台山木先啊上，吼，係咪按樣先彈起來話下清楚？
吼，了做得落，你研究一下。然後咧講嘅吼，就係你提司機，喝茶來幫，又係下來飯頭同你係從上去。我感覺就係輕到係講我同佢咧慳下輕鬆，就係你玩戲嘅時節吼，好好來玩就來雜個來從個人，那像安樣應該上嘅為下講，本意安樣嘅建議，希望你。陪神仙啊！陪神仙。因為你發面有冇唱三條線？你看浪漫三條線。浪漫三條線。我覺得是浪漫台三線。好啦，來，快一下，來分數。涂永峰嘅分數。什麼先生？96分哦。他可是按標。係啊，戰況激烈。奇怪，要到朋友問題啊。係啊，真嘅咧。音場太好了，唐藝倫清後堂。真的好啊！謝謝。哇，太棒！恭喜！終於節目咩好看啊？大家水平就我按過。真嘅咧，哦，恭喜！什麼？好了，殺下來。陳一梅杜馬跳。哦，來，躺下啦。哎呦，对，刚刚要动作谁教你的哈？吳景峰教我要這樣哦，愛用筆啊，冇從天課對樣起的。哦，正經有效果，都是有效果，有康安場了。已經盡力了啦，盡力了哈。你這像人弄葡萄一樣嘅。希望冇本佢失望，因為佢當熱心來教我。哦。我學會迄個唱好，迄個都傳來在那個給他聽聽看，哪裡要改進，哪裡要加強的。哦。很感謝他。拜科技所賜。嘿。也很可以方便呢。係啊，輕方便呢，不用飛鴿傳書。對呀，還唔是打電話，有賴有嘛。溜下嚟，係啊，溜下就好。傳你啊。係啊，請講。聽堂啊，那帶有問題，馬上就傳過來提供。係啊。對，很方便。方便啊。以前比賽過咩？啊。還有經驗嘛？金峰是賣豬肉嘅啦。賣豬肉，賣豬肉，加個乾女兒嘛嘅，
彩丽啊，林采丽啊，林采丽没安尼冠军歌手啊。哦，正经。哦，怪怪。这么厉害嘿！但是林采丽啊，伊后面硕士都安好的干妈，好三夫也卖本去，哦，马个都卖本去，就族的较有钱吓。卖族有钱，好啦，安尼总对了，唐市长的讲明啊，请你嘅高中先生。好，嘿。陈寿基也迄个真正係愛唱歌嘅人啊，也可以講係唱將，但是佢今日線到一條歌對佢來講係不利嘅啦。哎呦，呢一隻東西佢咩做得意思很強，意思很。不過佢咩嗌咗先講，佢可比講六書，係講六書嘛？六書係六書嘛？但是你去彈佢啦，你唱嘅全部人都六書，你知冇？六書出世嘛？係啊，你唱六書啊？你是唱佢啦，唱六書佢啦，六書出世嘛，做得咧。六書唔要唱。意思很強，你也愛唱意思很強，也做得唱意思很強。特色是咩用？你看去年過了新年來，去年過了新年來，你唱嚟聽。去年過了啊，去年過了啊，新年來。哦，還是咁。你安尼東西做得意思很強哦，你記得啦嚇。你也唔係講哦，有條東西一天愛做個譜，也個譜係人作歌嘅譜哦。假使你拿來嚟唱，佢做得意思很強。佢說今日我唔知別人樣看，但是對我來講，你愛對也係詩章強言嘅時間，你就會輸到兩個愛扣分嘅部分。也就係線來唔好。限各位時間，我特別注意哈。對啊，加油！好，謝謝老師，先生。老師求好心切，因為數強冇問題，今日希望我一進步變8強，變6強啊，對嗎？從老師選曲咩？所以以後謝謝老師。以後不要那麼計較啊，就選個平凡三個字就好了呀。對啊。好啦，來看一下分數啦。正一門嘅分數。色彩。你從那個線就慢慢入去了。那石頭經面熟嘞。吉娜主持啊，本身從做嘛？正一門嘅分數。謝謝老師。還可以啊，如果看前面都是95、96，唔怕，還蠻雙禮拜96啊，對啊，要平均啊，還冇查到呢，好冇？謝謝老師，恭喜哦，恭喜哦，好，在邊當找，好嘞，殺來。蒙蘇蘭帶來3個字，也真係好容易咯，好容易哦。
传情流意谢谢，谢谢。你好，哎，老婆，哎，老公在那里啊？突然怎么觉得好像是，哎，好像要这样，都没有人挡到一张桌我们子，娇小，好可爱，姐姐。我在2座山之间。这个叫凹字，凹字，凹字。最近好像心情比较好像比较累一点哦，还是心情也比较。是，因为爸爸99岁，今年呢他运气不好，结果就不能说话，也不能动。所以疯了。对，就在我们是在请那个养护之家帮我们照顾，但是，因为我们那些太专业了，我们没有办法做了，所以就。请那个养护之家，但是我们有时间就是决定他。还知道你们吗？应该知道，应该知道，只是说他看得清楚看不清楚，我们都不确定，因为他讲话，我们都没有办法真的跟他做沟通了。对，99岁其实很高寿了，是啊，很好。他在几年前，出院的时候，他很努力的哦。那个家务病房出来很努力的，结果3支心脏导管，可是他还是很坚强，因为我爸爸就是太坚强了，我们都了解，所以把他带回家，然后真的没有多久，3楼的楼梯，我们陪他爬，他都可以爬。那么强，自主训练，104年吧，求生意志非常强。对，我爸爸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真的只有身体健康最有用，最重要，赶快康复，好吧？好像在我爱唱歌，是有一个发泄的管道。爱唱歌的人绝对身体健康了，真的。谢谢建黑，好，来看，唐一下欣赏。这首歌词王凤珠先生写的哈，讲出当然有亲有意义。不过呢首歌詞嚟講，今日嚟創了3個字，你個歌唱歌要平平仄責任要注意，所以你哋聽一句就太低的詩音，還有傳情意，你啲詩音你就很難做咗，你才有感覺冇，係冇？你而家冇感覺哈？坐韻嗎？坐韻。做那個就太有一天，俾人詩音去唱，你就辦啦，平常說啲容易嘛。所以你要注意，你要歌詞，你唱歌的選歌詞，選歌詞選歌詞來唱。你總嘅喺度做，可能做嗰種嘅流行歌曲可能輕好，但是你因為你都時常來唱安尼傳統嘅山歌咯，你冇責任就比較容易責任要選1、2、3，1、2、4音要容易，第3句是按照責任。所以要注意，好，加油！謝謝。你睇超下你同佢加油，追 Q 進來，太麻煩。來，看一下分數咧。好，王蘇蘭嘅分數。謝謝，感謝。還可以點。謝謝，真的感謝，真的，謝謝肯定，謝謝。好，加油，加油，謝謝。老婆唱完，等一下要換老公了。是，換老公了呀。好，那你先下去休息哈。好，謝謝。老公，你真的專業，謝謝。你等老公來呀。好了，老婆唱完，老公唱。姜偉忠帶來太普跳。好，嚟大家啦。山啊歌，唱啊，心啊嘛咧開喲，太陽路嘅行啊一路上流推到那。
非常太过好，你好，老公你好。因为根本伊冇唱三台跳的歌曲，希望我唱呀，因为该同我唱过啦，时钟还是算了先了种诶，冇咁样诶，平板啊、三国志啊，都三个突然唱过咧，你也是无了挑战去改，系啦，轮的那样子，其双礼拜较庆幸啦，PK 赛后才冇出到夹不用诶，出到夹不用最好搞，所以就冇去讲法咧，分场税。好啦，你今日带来一条是唐亚欣赏讲，嘉宾的欣赏。好，安尼讲你是人吼，我今日唐亚用唱一个山歌小调吼，也一个太普调，感觉伊对流行歌的嗰种味道较重啦，因为伊本身用那个抖音啊，就像一般流行歌唱的。其实就唱山歌，大概就讲尽量就用本音去唱，唔是讲唱流行歌曲。加个共鸣啊，加个抖音啊，动作，吼，因为当然佢本身也睇不了，也首歌也不能也看慢啦，吼。但是伊本身意思很强化，吼，你讲嘅狗，狗啊狗哪里跌落唔係跌落，也係跌時唔係跌，所以也嘅咬字部分也研究可能要注意下，跌時唔係跌，吼。我而家要講吼。山歌嘅唱法，流行歌可能有一些嘅差異啦，唔是講用到嘅用嘅抖音啦，就喺度講嘅唱流行歌嘅共鳴一樣，唔是講唱到按嘅啦，嗬，就以自己本上平常嘅演戲唱嘅按度做得，好，再加油嚇，加油，好，謝謝，安尼就睇下入個分數啦，嚟，用呢種嘅分數。比老婆还厉害。好了，回去可以跟你老婆央一下，我比你高2分。比你厉害，高2分。哦，是这样子，再变到春意美了哈，音味非常重要。傅凤仪带来《老山歌》，来，弹个啦。爱咋个论茶心呐？给用皮嘞，一心嘛，摘来就丢上肩呐。阿哥。妹妹啊，摘來愛做馬嘅啦。佢摘來咧，半個啊，花萬劍呐。
也得敬你一下的，敬你阿妈播出以后啊，我妈妈讲，哎呦。哎，走，特别点房间走出来，阿师傅，哇，佢呼房起腰来啊！跟伊做那个线就阿妈有去啦。係啊，吃到青面很面熟嘞。吉娜在主持啊，还拍摄容易啦。做嘛？姜饼十多。真唔穩啊！跟伊按抖音播咩？哦，所以你跟伊冇播啊？冇上來嘛？我本來想播流行的啦。流行啊，你就播啊。反正先播得來啊，播得來電啊。準備啊咧。準備啊。個流行啊，做做哪檔都擺咧，冇上來啊。哦。其實有咩摩擦啊？係啊，上一來就來啊。對啊，佢唱歌真的對佢來講，佢輕態的興趣，已經勝過他的主業了。真的，就是聽說賣自助餐。對啊，他現在已經自助餐已經算是副業了。副業，也不想理了。他每天就在唱歌。菜又按貴，牛又按貴。菜貴還係會做啊？哦，正經啊，冇你去司馬街喏。因為兩年下從條來你搞牌啊，有數4間年下去炒咧，全部老主顧啦。對啊，老主顧。生意搞當好了。哦，正經哦。特別一年的營業額差唔多有2萬的元。哦，你阿邊你吃飯嗬？也差唔多5批啊，哦，吃飯條哦，一張一穿300萬的嘛。哇，乾爹。每一台做咩生意啊？啊，反正唱歌防疫啦，防疫就好嘞，係啊，快樂就好，正經。所以啲嘅聖誕我看得到嘅唱歌嘅防疫同快樂。剛你唱嘅時節，啊那個吉娜哦，佢講我覺得可以給他一些建議。哦，什麼建議？我要講乜嘅？我唔記得咧。他覺得你很適合 rock 的。rock 調下唱嘅山歌嘅時節。炸愛炸，佢做用嗰種方式，因為而家後邊有幾隻個音用嗰種用喉嚨音，有喉頭音啊，有點爆喉頭音。其實你可以用那個感覺。炸愛炸。哎呀，做什麼新一代的山歌？炸心呐。我冇按哦，給他唱，那個沒哦，跟沒哦，宣泄的，係啊，一種氣氛，嗰種心情來唱，做得啦。對啊，做得王亞種黃容易。做得吃寬啊。按夢看先。冇，技巧我很技巧。你可能按用唱會拿到吉利的分數，88又出來。按用唱會。羅英先生。咱係冇按從下好啊，吼，會變腦筋。好，首先吼，我感覺基本舞台歌從個婁山歌，緊唱緊自然咧，吼，就係自家要唱出自家做啲中國嘅部分，吼，我想你係當好嘅進步，雖然你係容易當到咧比賽嘅次數，哈，就特別咧唱，特別就進步一點點。是講當然。很強，韓國粵語呢一方面其實冇乜問題咧，我感覺從頭到好，係講本意建議就係你特別係入歌嘅時節冇按乾淨，嚇，因為婁山歌叫為定義，所以你唱嘅時節嚇冇按乾淨，咁彈起來會下自由，嚇，你彈起來咪下輕鬆，嚇，因為你當乾淨唱出嚟些，特別提示出詞就當衝。吼，用你彈起來話上下 handle 後面應該後部會表現㗎，你係用途可能就會去很努力落去唱轉來，吼，你係我建議。我自家感覺你基本唱到1號，什麼呢？哦，是rock 的音，聽到是這個 rock 的音色好啊。係啊，係嗰啲唔係年年有嘅呢。咩？都冇嘢，那個只有山林樂團才有咧。佢唱流行嘅樣發出來。哦，好，一般做的吃寬啊，做一個結合。好來，看一下幾個分數啦，來。副防疫嘅分數。97，有機會。有機會哦。好，按住先，先恭喜。也你知道，反正統計，多帶慢嘢，前面所講慢嘢冇留下來，慢留下來。好啊。
安这些哦，恭喜哦！什么什么泰国？你冲到好的时间就会等于阿叔。哦，真嘅啦，有痴心就冲了。佢冲冇好，冲冇好就去加转移咧。安尼十强决定赛已经决定出来了哈，嘿，留下来的朋友继续加油，继续加油，留下来的朋友，哦，唔怕哥，海线一下，海线张进来，扎过来，海龟扎过来边啊，哦，嘿，我当然安尼节目都要告一段落，哦，嘿，好唱歌的朋友吼，报名一下哈，报名来，嘿，报名嘅专线096667060，还有传真嘅电话022227478231。嘿，等下他家来报名哈，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还要多谢辛苦的评审先生，是梦先生，谢谢，还有你的陈山长，谢谢，加油加油，小坑老师，谢谢老师们，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还有我们工作同仁们，大家非常的辛苦啊，谢谢大家。希望下禮拜大家把門記得啦，一定要準時收看咧。老年大禮拜，老